后来继续来看行政院日前来确认，要甲军公教调薪4%，是25年来上悬的调薪的幅度。不过过去的调薪拢是用中央专业来补助，若这届呢？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来亚康讲，这届中央加薪是爱台北市政府负担一半预算，这恐惊会排斥到其他政策的预算，影响到施政。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来回应讲，中央对地方财政的补助会考虑到加薪这个部分。院长，议员爆料说，这个公务人员的补助有一半是地方政府出的，真的是这样吗？交记者影一个外头就走，行政院进前通过军公教加薪税4%，含检察勤务津贴增加15%。对比过去公务人员调薪税拢是由中央完全补助，不过国民党立院党团压了202调薪税中央竟然敢若补助一半。台北市政府去询问中央主计处。主计处却忽然的大刀一砍，把补助整个砍半。中央宣布军公教加薪税财政重大刷下责任和地方政府负担。王宏伟讲，有这个状况的，更唔拿台北市。那其他的县市，我所了解哈，其实我们有询问，应该都有在砍半的状况哈。所以，其实地方这次恐怕是哀鸿遍野。台北市调薪税支出需要22到24亿，地方负担一半，就需要加付12亿。新北市主计处是讲，也未收到正式的公文，那需要负担一半，爱加支出13亿左右。雄雄的打这个重担，恐惊会影响到市民的别个福利政策。每年要负担这样子的一个经费的话，未来台北市政府很多好的政策，那它就会被排挤掉。那地方政府所编列的预算，那基本上都会纳入基本的维持费。那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挹注会考虑到加薪这一块。中央划出军公教加薪税，虽然有伊的好意，不过开到地方预算，颠倒影响到市政。我是李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